好肉我是难得来吃。咁你今朝哪会得想到请我吃个么子呢？我这个是为你点的。啊是搿家，吃勿脱个哇！准备要回来吃。哦，别个看看勿到啊，下头侪是做板板，所以上头一层仔细一看，炒定心。吃也勿吃来，猪肉上来再，牛肉饭、拿饭、咁么今朝当你分工，拿猪打牛肉，来猪打猪肉，打鸡肉。实际上鸡肉我也可以吃，看了金饭碗个面浪，今朝来吃一吃。今朝我中饭随开一个几片么子，开吃，那个像再一次，五花肉。你不出来的，哎呦呦！一只锅子里个么子干不难找啊，一人一只花，因为只有两只。金饭碗上铺我吃脱一了，啥地方好吃，我先一得干。吃的。哎，金饭碗吃还好干，牛肉花。你自家边吃牛肉啊？我只有一块猪肉在。这个是什么肉啊？猪肉呀，猪肉。哎，我一扪心生子了再吃，一口牛肉吃下去不得了啊！今朝个金饭碗酱脱在，还搭一砂锅，还搭一盘牛肉，还两只花，我先吃啊。如果我吃只勺子来再吃啊。我现在来比较金贵，对于吃黄钿松的人来讲，再看看，老多眼睛。好新鲜个的。对的。那个肉比花还吃，我上一份吃到一大海吃个派个猪肉在。天天变呀，我就高兴。确实是吃饱了。也吃丸子，那金饭碗少了一袋。金饭碗别吃，眼睛刚还有个么子冷的，明明是常温33度，毛丝的眼睛刚硬。从来没吃这么多牛肉，今天晚上也不吃了，跟你一样，你明天也不吃了。我到中餐厅再吃的。哎呦，哪晓得噻？也按那吃法开是吧？对。哎，我就会不敢专业生的。不吃这午餐有岁数的。哎，那还吃点？我情愿做硬的。海鲜来讲，板子吃那个还不如光吃肉过瘾。肉没得，太快干吧吃吃。哎呦，今饭碗今朝不用去啊，一只锅子侪吃光，豆饭也吃下去。饭不怎么吃。那搿碗饭应该不动了，放辣盆子里吃菜，饭里还当班。哎。看啊，我准备把饭吃光，阿厉害，一点都不。你真个吃饭的？哎。你今天上结棍的啦？你我自己那天。是2日天。那么也还2日天不吃。你得来到吃一顿，我想还5日天不开好吃。你这里所有的菜吃下来，就这个猪肉最好吃。我不是吹捧你啊，我是经常出去吃的。我愿意为你们服务，我帮你们拿大巴盒，我愿意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哎，你讲一般店开至14年的哇？我哪不晓得讲，你哪晓得？哎，隔壁桌浪向吃个还是一个当几样的泰餐呢？哎，158，132。来，我们研究一下，怎么你们138，我们158，你看看，如果是发一门的单班长的，是个，你看哪里得嘞？但是我你出去还一年毛杯咖啡吃了，138。哎，158。不是，那个问题龙先生，少的24涨。不，马上它涨价了，它这个秒杀马上涨价了。反正你总要亏脱2块啊，2块啊，能对138更高个数的。哎，今晚晚来说我来吧，我晓得你心里想了发评论子。不问下这边个问哪门子问我说话，你知道我说话？哎，不是，你随当一点问我吃脱在。哎，那这样子心里想的3位40天。一模一样的板子。今晚我搞不得嘞，一模一样。我晚上点生菜嘛，小叶了啊。哎，你到底晓得？那个里向个饭子？我一个。哦，你也一个？我2个。你夜里头去买一个生菜，3鸡肉。哦哟，要啥给菜？